Hello， 又係我無名小卒啊！今次又嚟到我哋武肺救星嘅系列，美國疾控中心數據，即係 CDC 數據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2021年7月出嘅報告。個報告研究咗45萬個武肺入院病人，去睇下佢哋有咩身體狀況同埋長期病患。呢個係由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嘅報告，咁樣就可以令到我哋減低重病同入院嘅風險。我哋首先睇下個結果點先，有大約489個入院人士，其中54萬個病人係有武肺嘅，其中 94.9% 嘅人有起碼一種基礎疾病，包括有 50% 原發性高血壓， 49% 脂質代謝紊亂，脂質即係脂肪同油或者任何唔能夠溶結喺水入邊嘅嘢，代謝即係新陳代謝，即係代表你唔夠 enzyme 去分解啲脂質。仲有 33% 過重，呢三樣就係最普遍嘅。最高死亡風險嘅因素係過重、焦慮同恐懼相關障礙、糖尿病併發症，仲有幾多樣基礎疾病。喺呢度就係頭18名嘅醫療狀態。我哋之前都有提過高血壓、脂質代謝紊亂同埋過重。第4樣就係糖尿病。第5樣就係冠狀動脈粥樣硬化，動脈硬化好容易會爆血管或者其他心臟病。第6樣食道疾病，第7樣慢性腎病，第8樣焦慮同恐懼相關障礙，第9樣慢性阻塞性肺葉疾病同埋支氣管擴張，第10樣甲狀腺疾病，第11樣抑鬱症，第12樣植入裝置或移植相關遭遇，第13樣睡眠覺醒障礙，第14樣神經認知障礙，第15樣骨關節炎，第16再生障礙性貧血，即係代表你嘅身體再做紅血球白血球有困難。第17無併發症嘅糖尿病，第18哮喘。之後我哋就睇下啲病人有幾多個健康狀態啦。我哋由左邊開始睇，我哋有489萬個嘅入院病人，其中54萬個咧係中咗武肺，其中有24萬個係入咗加護病房，有7萬個需要侵襲性機械式呼吸器，有8萬個最尾死咗。最值得留意嘅數字係 99.1% 死咗嘅人起碼有一種醫療狀態，即係代表佢哋一係有三高或者過重。所以喺8萬人之中，只有740個我哋係揾唔到有任何醫療狀態， 0.9%， 但係都唔代表佢哋係健康㗎。我哋向左邊個數字繼續睇落去，有 98.5% 需要呼吸機嘅人係有多過一種嘅醫療狀態， 97.1% 嘅人需要入 ICU， 就算係中武肺需要入院都係 94.9%， 即係代表如果你唔係身體唔好嘅話呢，你中武肺係唔會入院㗎。對比翻所有入院人士 90.6%， 即係代表如果你係因其他因素而入院嘅呢，你冇呢啲醫療狀態嘅入院機會率仲高。就算係你得一種醫療狀態呢，都係死得嗰2000人啊，即係代表 96.5% 死咗嘅人呢，係起碼有2種或以上嘅醫療狀態，即係代表如果你冇任何醫療狀態呢，你個生存機會率好高。跟住我哋睇下邊種醫療狀態係最容易死。第1名係過重，第2名係焦慮症，第3名糖尿病併發症，之後腎病、神經認知障礙、支氣管擴張、再生障礙性貧血、血管阻塞或心臟病、甲狀腺疾病。所以你有呢8種嘅病徵呢，你個死亡風險就會增加。而如果你有呢8種嘅醫療狀態呢，你個死亡風險就會低啲。呢個包括無併發症嘅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脂質代謝紊亂、睡眠疾病、食道疾病、抑鬱、骨關節炎、有植入裝置或者哮喘病。如果有呢8種嘅醫療狀態嘅話呢，你個風險就會偏向低啲。咁就帶到我哋翻去上次講過嘅 Germ Theory 同埋 Terrain Theory。今次我揾到佢嘅中文翻譯叫做病菌理論同埋地帶理論。主流西醫會相信病毒同病菌呢係嚟自外來嘅環境，即係代表你要食錯嘢或者病毒人傳人，你先會有機會病。而佢哋醫嘅方法呢就係止痛藥，即係代表麻醉你嘅神經系統，等到你即時可以舒服啲。用抗生素，佢會殺死唔好嘅病毒，同時間會殺死埋健康嘅細胞。化療都有差唔多嘅效果。仲有類固醇，用荷爾蒙嚟加快你嘅新陳代謝，副作用包括增加你糖尿病嘅機會，同埋會容易增肥或者有水腫。仲有疫苗，首先打咗啲冇咁毒嘅病毒，令到你身體製造咗抗體之後呢，你就唔會再感染噶啦。而中醫同埋自然療法呢，通常會用 Terrain Theory 做根基嘅，
即係代表你病嘅話呢，你本身嘅身體就係營養不良，人體本身嘅身體就有好幾十億種病毒同細菌。當你嘅身體缺乏營養嗰陣，你個身體就會失去平衡，壞嘅細菌同病毒就會過多。醫嘅方法就係去增加翻你身體嘅營養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我咁耐以嚟都未聽過 Terrain Theory 嘅？或者你可能聽過自然療法同中醫係冇乜科學根據噶？究竟點解會係咁嘅呢？首先你要知道，如果人人都健康嘅話呢，醫生係冇得撈噶。咁點樣令到人民係唔健康呢？食煙、飲酒、零食、即食麵、快餐店，點解呢啲嘢咁容易攞到嘅？之後點樣可以喺最賺錢嘅方法賣藥呢？就好似每年嘅教科書都要出新版咁樣，啲問題改少少，家長就要買新。但係點樣每年都要出新藥啊？個首要條件就係每年都有新病咯。呢100年出嘅新病包括有好多唔同嘅癌症，好多唔同嘅病毒，其中包括武肺。藥廠究竟用咩方法嚟說服啲人自然療法同中醫係冇效呢？佢哋會話維他命同埋中藥呢係冇大型嘅數據支持可以醫到呢啲病噶。而藥廠當然唔會幫呢啲藥做大型嘅報告啦，佢哋只會幫自己嘅新藥同埋疫苗去做大型嘅報告。就算係佢哋嘅藥有效度唔係好高都好，佢哋會話自己有巨型嘅數據嚟支持。而佢哋啲藥可以賣到好貴，因為通常都係政府找數。藥廠捐俾世界各地嘅政治團體嘅捐款呢係天價嚟噶。而好似上次我都講過話，如果啲政府唔聽話嘅話呢，佢哋會收買媒體去教育人民去選走你。所以大家而家都明白點解啲社交媒體咁惡啦。之後佢哋每年要打好多官司，係打關於佢哋藥嘅副作用。但係嗰啲官司嘅罰款對比翻佢哋嘅收入嚟講，真係小巫見大巫。到你打完官司，佢已經賣咗5年啦，到嗰陣時已經賣緊另一種新藥啦。最揾錢唔係賣藥啊，而係打預防針啊。就算係冇病你都可以打，所以世界各地都要規限啲 BB 仔打預防針，亦都唔可以質疑疫苗嘅有效度同埋安全性。任何人質疑都係被打造陰謀論，你唔科學反疫苗。之後同大家介紹嘅就係 Dr. Vladimir Zelenko， 佢自稱喺高危武肺病人當中可以有 99% 生還率。佢出名用一隻 H 字頭嘅藥嚟去醫武肺。佢依家被提名做諾貝爾和平獎嘅候選人，因為呢隻 H 字頭同埋我之前介紹嘅 I 字頭嘅藥呢，喺香港唔係咁容易揾到。佢依家介紹咗呢個預防藥方呢，喺萬寧、屈臣氏甚至 HKTV Mall 都可以買到噶。佢係將4種補充劑合埋成一粒，每日食2粒噶。呢啲補充劑包括有維他命 C， 如果2粒嘅話就係800 mg， 維他命 D3 5000 IU， 鋅30 mg， 仲有最後嘅洋蔥素500 mg， 通常飯後服用。如果對比翻我之前介紹嘅 FLCCC 咧，呢個份量明顯地高好多，但係冇咗 I 字頭嘅藥同埋 melatonin， 你中意喺唔同地方自己格價，或者喺佢嗰度買，不過寄嚟需要時間。繼續強調我唔係醫生，呢個唔係醫療建議。其實食完預防藥都唔夠啊！如果想減低過重同三高問題咧，最有效嘅方式就係改變自己嘅飲食習慣。首先同大家介紹生酮 Keto 飲食習慣。我個人都識好幾個人，佢哋唔再食澱粉質類同埋人工食品，佢哋減低咗佢哋三高，佢哋淨係食肉同埋蔬菜就夠咯。而我都識好多人用168斷食嚟去減肥，基本上你得8個鐘頭時間食嘢，16個鐘頭斷食。斷食時間可以飲水、奶茶、咖啡。喺 YouTube 有個叫 Dr. Eric Berg， 佢係一個脊醫嚟嘅，佢專門介紹 Keto 同埋168斷食。如果大家英文唔好嘅話呢，佢有個中文嘅 YouTube channel， 其實只係多咗中文字幕，叫做柏格醫生中文健康知識。呢個醫生同埋其他一個醫生都有建議過，每日1萬 IU 維他命 D 係安全㗎。佢話如果你想每日超過1萬 IU 嘅話呢，就要配合維他命 K3 嚟一齊食，咁樣血入邊嘅鈣質就會吸收入骨同肌肉入邊。佢建議到每日4萬 IU 都得，不過每1萬 IU 嘅維他命 D 啦，要配合翻100 mcg 嘅維他命 K3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人，當然會講俾你聽佢嘅負面消息咯。首先，身為一個脊醫，佢係一個自然療法嘅學系，主流醫學當然會話佢係一個偽科學咯。脊醫基本上係同中醫嘅鐵打差唔多，主要幫人按摩、按穴位。第二個負面消息就係佢自己個仔走出嚟話佢信 Scientology 㗎，仲會將大量嘅收入捐俾呢個教會。好多人都會睇 Scientology 做一個邪教。
佢哋會有好多唔合理嘅規矩要佢啲教友跟隨。佢哋教會專針對名人同有錢佬，就好似 Tom Cruise 都信呢個教會，最後搞到佢要離婚。不過我自己都喺 Dr. Eric Berg 嗰度學到關於 Keto 同埋168斷食，但係我係唔會買佢啲藥。另外一個 YouTube channel 我要介紹嘅就係叫偏方小百科，佢係一個廣東話嘅頻道，佢叫做阿 Ken， 佢唔係一個醫生嚟嘅，但係研究咗自然療法超過10年，佢會分享一下佢自己研究嘅心得。我依家試緊嘅其中2樣嘢就係牛初乳同埋蘋果醋，不過以上唔係個個都適合，如果發現自己身體有反效果嘅話，最好咧停止食用。我自己都冇跟足晒佢哋講嘅嘢嘅，你覺得乜嘢適合你咪試乜嘢咯。但係如果減少到之前所提過嘅任何健康狀態，亦都會大大咁減低你冇肺嘅風險。